包括土耳其在内的43个国家星期四在联合国发表正式声明，对东突厥散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突厥民族的境况表示关切。联合国声明要求中国立即为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内的独立观察员不受阻碍地前往东突厥散开绿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东营市考察调研时强调，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要发展实体经济，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的手里。习近平说，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的国家意义重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举行为期2天的国防部长会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为了改善欧洲大西洋地区的防御，北约防长10月21日批准了一项新的总体规划，并启动第一个人工智能战略。该跨国基金将通过投资10亿欧元。阿尔及利亚职业教育和青年与体育部宣布，已停止在官方函授和培训中使用法语。在阿尔及利亚职业教育部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发表的声明中指出，该部内的培训和所有官方通信中都必须使用阿拉伯语。日本大阪环球影城22日发生大停电，云霄飞车卡在约43公尺高的最高点，35名乘客受困半空中，在历时3小时的行动中，乘客被疏散。第6轮叙利亚宪法委员会最后一天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举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盖尔·佩德森表示，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第6轮会谈以失望告终，并表示我们没有实现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